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6篇、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第15节，哥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恒切祷告。基督徒的生活不能离开祷告和读经。就信仰的角度上来看，我们可以称读经跟祷告是信仰的2只翅膀，缺一是不可的。因为读经是用来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祷告是为了要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旧约圣经形容了人与上帝的亲密关系，就如同雅各书所形容的新人男女之间的关系，互相表达爱意，你侬我侬的感情是分不开的。如同春天以后，在我们的周遭，自然界动物鸟类都在求偶、筑巢谈情说爱一样，亲密的关系，并且能够产生生生不息的生命。基督徒要如同新娘期盼着新郎跟他的对话一样。所以雅各书这样说：我听见了爱人的声音，他穿山越岭向我奔来，我的爱人像羚羊，像小鹿，他站着在我家的墙边，他从窗口探视，从窗格子往里面窥望，我的爱人向我说话。接续着那个被比喻为新郎的上帝也这样的宣告，他说：起来吧，亲爱的，我的美人，跟我一起走吧。你看，冬天过去了，雨季已经过了，郊外百花盛放，鸟儿歌唱的时候到了，在田野间已可听到斑鸠的声音，无花果开始成熟了，葡萄树也开花放香。起来吧，亲爱的，我的美人，跟我一起走吧。我的鸽子，你藏匿在岩石的洞穴中，让我看一看你的容貌，让我听一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容貌美丽，你的声音美妙。要抓住狐狸，那些捣毁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葡萄树正开着花呢。耶稣基督他每次遇到要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他总是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退到旷野去祷告。可见祷告是非常重要的。特别在受难日之前，耶稣基督他带领门徒到了客西马尼园去祷告。路加福音形容耶稣基督他所面对的困境，圣经这样记载：耶稣出城，照常往橄榄山，门徒们跟着他去。到了那里，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要祷告，免得陷于诱惑。于是耶稣离开他们，在约扔一块石子的距离跪下祷告，说：父亲啊，若是你愿意，就把这苦杯移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。
有一个天使从天上向他显现，加强他的力量。在极度伤痛之中，耶稣更恳切的祷告，他的汗珠像大滴的血滴落在地上。后来耶稣基督祷告后，到了门徒那里，却发现了门徒们都瞌睡打盹了。虽然路加非常客气地说他们是因为忧伤过度而沉睡了，但是其实他们是因为不够警醒啊。如同耶稣基督这样对他们说，圣经的记载，耶稣祷告之后，他起来回到门徒那里，发现他们因忧伤过度沉睡了。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睡呢？起来祷告吧，免得陷于诱惑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祷告是避免苦难的唯一的方式，是最好的方式。基督徒应当要警醒祷告，不但要警醒祷告，更要恒切的祷告，是持续的，是不间断的。是因为好的关系是不能够间断的。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这样说道：你们祷告要恒切，且要警醒，对上帝存感谢的心。你们也要为我祷告，为我们祷告，求上帝赐给我们传布信息的好机会，得以宣扬基督的奥秘。我现在就是为了这工作坐牢的，请为我祷告，使我能够尽责任把这奥秘阐明出来。你们跟非信徒来往要有智慧，要把握机会。这是回应耶稣基督对门徒的话说：起来祷告吧，免得陷于诱惑。基督徒如何表达我们的信心呢？如何表达我们信靠上帝的诚心呢？当然是透过祷告。记得当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祭司所说的话，圣经说，可是那天使对他说，撒迦利亚，不要怕，上帝垂听了你的祷告，你的妻子以利撒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替他取名为约翰，你要欢喜快乐，许多人也要为着他的诞生而喜乐。在主的眼中，他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淡酒烈酒他都不可以喝。在母胎里，他就要被圣灵充满，他要带领许多以色列人归回主他们的上帝。他要做主的前驱，坚强有力，像先知以利亚一样。他要使父母和儿女重新和好，使悖逆的人回头，走上义人明智的道路。他要帮助人民来迎接主。上帝赐给撒迦利亚以及以利撒伯一个孩子，是因为上帝听见了他们的祷告，并且说是垂听。这个垂听其实就是一个有回应的听见。谈到祷告，常常听兄姐说，哎呀，我不会祷告啦。也有人说，哎呦，这个长老的祷告、牧师的祷告比较有效啦，上帝比较会听啦。
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，因为呢，圣经根本没有这样教导啊。好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这个主导文祷告里面，只有这样说啊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要自己跟上帝建立那个父子亲密的关系，这样基督徒的祷告就能够被上帝来垂听。所以基督徒要积极的祷告，恒切的祷告，要持续的祷告。诗篇1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对上主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。上主忠诚的子民多么的高贵，跟他们一起是我最大的喜乐。追随其他神明的人遭惹无穷的祸患，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，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。上主啊，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，你掌握我的生命，你的赏赐多么佳美，你给我的地业是多么的令人喜爱。我颂赞上主，因为他指导我，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。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的前面，他在我身边，我不至于动摇。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稳自在，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，也不会容许你忠贞的仆人见冥府。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在你面前满有喜乐，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。感谢主教我们祷告，也教导我们等候的重要性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有耐心的持续祷告，与你建立亲密良好的关系，耐心的等候顺你的旨意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